伫咧台中的脚踏车零件大厂塑联集团，今仔日互员工指控资方强逼因签调班同意书，若无就要互因转去食家己。今年2月到5月，塑联已经甲超过300个员工洗头路，而且民代嘛咧质疑塑联的派遣工比正职员工加真多，呼吁劳工局就要介入来了解。 31位员工手提票据坐几排，8月初9出来指控全球自行车零件大厂安妮兰上塑联集团进前凊彩调动100位员工的班别，要求因爱签调班的同意书，佮唔提供资遣的选项，而且嘛无保证所有的人调动了后一定有工课好做。佮讲若是无同意，就家己死头路。员工认为这是违反劳基法。给我们的选项就只有调中班、调早班，跟不愿意留任。 然后自行离职，公司也一直强调他没有资遣这个选项。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，那我今天的同意书并没有签名，可是公司直接强制把我调去早班，那对我的完全的经济来源是压垮我。 塑联公司伫咧台中总共有4个厂区，今年初才和台中市府宣布要伫咧潭子开拔要去做全新的工厂，但是员工讲今年2月和5月，塑联拢有大量实体员工，人数有到300-400人。民代就批评讲，这100位去互乌白调班的员工，正职和派遣的比例是4比6，派遣的比例看起来明显是伤悬，所以就呼吁企业都爱尽社会责任，劳工局也应该赶紧来介入了解。所以不会有一家公司 把自己的员工用大量比例超过像今天的比例看起来就是超过60%，这是世界超级高，这没有道理，这劳工的权益会受到影响。尽速协助安排召开劳资争议调解会议，也将依调解结果给予必要协助。 劳工局表示，塑联员工大约有2500人，统计到今年2月为止，总共自遣300多位派遣的劳工，目前已经有103人申请劳资争议调解。也毋过，劳工局讲，目前也未收到违法的消息，会提醒事业单位爱依法互员工自遣费，但是塑联公司到今也未做出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